人關注慈善。我哋點樣可以幫翻番禺做一啲慈善嘅一啲工作咧？喺最緊急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幫到佢。幫助一啲急需要用錢嘅。潘港慈善基金係由一班熱心嘅番禺區政協香港委員發起，於2018年初喺廣州市番禺區慈善會設立嘅冠名慈善基金，為更好咁對慈善資金進行募集同管理。發起方喺香港註冊成立潘港慈善基金會有限公司，與番禺區慈善會共同對基金進行監管同使用。基金創會會員由23名番禺區政協香港委員同部分喺番禺投資嘅企業家組成。基金會以發揚人道主義精神，弘揚中華民族扶貧濟困、樂善好施嘅傳統美德為宗旨，為番禺區戶籍及條件符合嘅嚟番禺務工嘅外來人員、困難家庭及個人實施救助。過去嘅一年，潘港慈善基金得到咗番禺區政府同相關職能部門嘅大力支持，各會員嘅積極參與同踴躍捐助，從籌備、成立、募集同救助都取得咗可喜嘅成效。潘港慈善基金堅持以番禺為主嘅原則，資助範圍包括：一、番禺區戶籍患有重大疾病、意外事故或自然災害導致生活困難嘅家庭或人士；二、非番禺區戶籍嘅嚟番禺務工人員，指已辦理居住證明並連續喺區內工作滿2年以上，本人及其子女患有重大疾病、意外事故造成生活困難嘅嚟番禺務工人員；三、非番禺區戶籍嚟番禺務工人員嘅子女，父母符合雙方其中一方連續喺番禺工作2年以上，其子女學籍喺番禺區，因意外或重大疾病導致生活困難嘅家庭。四、基金資助嘅對象必須符合區慈善會確定為貧困家庭或個人嘅條件。五、番禺區境內外嘅部分扶貧項目。六、本基金認為需要幫扶嘅救助項目或對象。快速受理、快速到賬，以解燃眉之急，係潘港慈善基金嘅一大特色。我哋從項目受理到救助款項送到受助對象賬戶，一般喺10個工作日以內。番禺區政協香港委員一直以嚟都非常支持家鄉嘅慈善事業，積極參與番禺區嘅扶貧濟困活動。除咗展示咗香港同胞愛國愛鄉、熱心慈善嘅優良傳統，更係希望將慈善作為一項持續嘅工作。希望鼓勵同吸引更多嘅香港愛心人士支持同參與入嚟，將基金嘅影響力擴散開嚟，引領更多港澳同胞為番禺慈善事業存善心、行善舉。種善因，得善果。希望廣大喺香港嘅番禺鄉親以及社會各界善長仁翁踴躍捐贈，共襄善舉，以行動成就愛心，讓慈善走進生活，為番禺嘅貧困家庭人士雪中送炭，為番禺嘅慈善事業多作貢獻。